大家記住一齊訂閱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、唔該晒，唔該晒。大家好，我係文哥，歡迎收睇 Inspires HK。呢2個星期我身體狀況都唔係太好，一直感冒。以前食特效藥好快就好返，但今次呢個流感真係幾勁，食咗幾次藥都係一般般。我身邊好多朋友都病緊，所以大家最近真係要保重身體。上星期六嘅港澳大不同，我本來想講宏福苑嘅情況，雖然事件入面有好多唔公平嘅地方，但起碼香港有新聞跟進啊，有媒體揭發，有法律介入，有人願意發聲。相比之下，澳門好多事係冇人報、冇人講、冇人查。我上個禮拜日喺司徒文進嘅國際大棋局節目都講過，如果宏福苑事件喺澳門發生，結局一定完全唔同。明嘅人自然會明。我啱啱睇新聞，有間幼稚園有10幾名家長為咗幫小朋友入學，向職員賄賂，結果被廉署拘捕。案件內容包括行賄金額由2萬元至20萬元，涉及12名學童插隊入讀，涉案總額約110萬元，14名家長全部罪成。法官講明監禁無可避免。法官仲講咗一句好重要，被告行為令循規蹈矩嘅家長嘅子女喪失入讀機會。呢句說話講到好中肯，賄賂破壞嘅唔止係制度，而係公平。雖然香港出生率低，但好嘅學校永遠都係爭崩頭。我有朋友喺幼稚園做老師，因為殺校被裁員，但另一邊廂好嘅幼稚園依然爆滿。加上高才通開放後，好多家庭帶埋小朋友落嚟香港，競爭更加激烈，於是就出現怕用關係嗎？或用人情，或用錢嚟讓賄賂去幫小朋友入學。幼稚園入到好嘅，小學有優勢，中學有優勢，大學有優勢，最後影響嘅係一生嘅機會。賄賂唔止喺教育、醫療、住院、骨灰位，甚至買公費。賄賂文化其實滲透咗人生每個階段。出世前想入好啲嘅產房、好啲嘅醫院，有人會塞錢。入學、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，全部有人用錢鋪路。醫療想住好啲嘅病房，想插隊做手術，都有人用錢搞掂。過身後排骨灰位都有人賄賂。就業而家最嚴重嘅係買工費，外勞要俾1至2個月人工買份工，好聽啲叫介紹費，實際上就係賄賂。咁問題嚟啦，邊個有權聘請，邊個收錢，邊個受惠？呢啲咪就係點解會出現唔請本地人，偏向請外勞，外勞一到就逼本地人走，本地人長期開工不足，做生意當中都有唔少嘅官商勾結同利益輸送，全部都係賄賂文化加利益輸送嘅結果。另一單新聞更加離譜，城大副教授為咗逃避16000元撻訂賠償，被1000元賄賂地產代理，結果被廉署起訴，判監4個月2星期。法官講得好清楚，被告高學歷，居港多年，不能以文化差異作藉口。呢單案證明香港對賄賂嘅執法係真係嚴。香港雖然都有唔公平嘅地方，但至少有廉署，有媒體傻，有輿論有人敢講，有人敢查，有人會被判刑。但澳門呢，媒體唔敢講，社會唔敢講，有事無人查，利益輸送長期存在，外勞制度完全失衡，本地人冇渠道投訴，公平程度真係差天共地。最後總結，賄賂破壞嘅唔止係制度，而係整個社會嘅未來。賄賂文化會令社會變成有錢有路，無錢無路，公平消失，機會被買走，本地人被邊緣化，社會階層固化。香港雖然唔完美，但至少仲有制度去阻止腐敗擴散。要維護公平，唔止靠法律，仲要靠整個社會共同努力。呢度係 Inspires HK， 我係文哥，記得 subscribe
like、share、comment，令社會更多人關注，支持我哋繼續發聲。遲啲我哋再探討更多議題，下集再見。